今日即摆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1月25号。今仔日的经文是4篇46篇，创世纪12章第1节到第9节，哥林多前书第7章17节到24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受呼召的目的。咱伫昨昏的主日的中间，咱用约拿受呼召。甲耶稣的门徒彼得因几个来三角分享。基督徒受呼召的目的到底是甚物货？当然有无共款的角度来看。伫保罗写哥林多教会的批信内底讲到割礼啦吼，保罗非常反对用割礼来做得救的标准吼。简单来讲，割礼是袂当互人得救啦吼，无接受割礼嘛袂互人抵到死亡吼，这是大概是保罗神学的一个真重要的思考。割礼的目的是咧表明犹太人甲上帝的立约，立约的重点毋是在伫伊的精神，毋是在伫迄个行为，还是讲迄个外表的物件吼。较进一步来讲，就是讲，割礼应该是讲伫犹太人接受上帝呼召了后的一个记号，亲像创世纪12章第1节到第9节所记载共款。伫遐甲咱讲的亚伯拉罕拄去上帝呼召的时阵，伊来面对上帝的即个情形。一个简单的问题是讲，当亚伯拉罕受呼召的时阵，伊受割礼还未啦？当然是还未吼。割礼是出现伫创世纪17章第9节到14节伫初咧讲到割礼这项代志的时阵。而亚伯拉罕受呼召的记载，创世纪12章已经真远啦吼，伫咧时间顶悬吼，嘛发生真侪代志，所以咱真侪人讲亚伯拉罕受呼召要来跟对上帝因为圣经咱讲你着离开本地本族老爸的家，去我所要指示你的所在就是上帝予伊的。当然这无毋对，但是这毋是呼召的全部啦吼。也佫有人讲，上帝呼召亚伯拉罕是要来得到福气的吼。因为圣经有讲我要互你成做大国，我要祝福你，互你的名做大。你也要互人得到福气吼，这嘛是对啦吼，就是讲上帝呼召伊来，就是互伊得到福气嘛，脱离伊本代的无好的境况嘛吼，这嘛对。但是咱总是袂记一个更较重要的呼召这个呼召就是咧讲到，因为你要互侪人得到福气。咱继续看到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记载第3节，其实第2节后壁就已经开始讲伫伊讲祝福你的，我要祝福因咒诅你的，我也要祝福因。地上万族要因为你来得到福气。所以亚伯拉罕望得到呼召真正的目的，是迄个地上的万物要因为。地上的万族要因为你来得到福气这个是真正英语的 KJV 的圣经讲 In thee all families of the earth be blessed all families 这真清楚NIV 的翻译佫较互咱较清楚啦伊讲all peoples on earth will be blessed through you。所以这真清楚就是讲，亚伯拉罕受上帝呼召是要成做上帝的管道，互人得到福气，并且是所有的民族 all families。用当初时因的文化来讲 ，all families 就是咧讲到逐族逐国啦吼，所有的国家。更较深的了解就是讲所有的人嘛吼，所以NIV 才会讲 all peoples
咱无搁再做奴隶，就是得救了后，咱得到福气了后，就无搁再奴隶，这是咱咧讲诶基督徒诶福分啦吼。互人无搁再做受捆绑诶，做奴隶，这是基督徒诶责任甲护条。所以，咱若回顾咱历史，当第二次世界大战诶时阵，发生纳粹吼，伊来大屠杀无论是对犹太人也好，还是对一般诶对着国家也好，咱真困难想象讲希特勒甲即个纳粹因自称是基督教诶国家呢吼，基督徒咧吼，这咱就无法度去甲认同啦吼。南非诶种族隔离政策制定，咱真歹接受英国白人至上诶主义，这是上帝诶旨意。当伫台湾蒋介石来到伫台湾了后，屠杀台湾诶精英诶时阵，咱嘛真歹相信讲伊是一个基督徒，有基督教信仰。当实民主义发生诶时阵，宗教被诚做迄个政治诶工具，做政治诶拍手，这嘛是咱真困难明白诶代志。哥林多前书第7章17到24节讲，亚伯拉罕受呼召时，脱离迄个做奴隶诶身份。圣经到底当时讲伊做奴隶啊？迄个救恩毋是因为甲你，颠倒是因甲你是诚做犹太人互外邦诶一个一个束缚吼。诚做甲你诶奴隶吼，这是较大诶思考啦吼。咱倒转来讲，亚伯拉罕伫还未呼召诶时阵，伊是啥物人诶奴隶？那照讲起来，伊是民族文化传统诶奴隶啦吼。因为呢，伊年老诶时，75岁时，伊还无囝吼。后来伊诶侄仔来缀伊行，诚做伊诶厝里诶人。因为上帝来诚做自由之身脱离伊诶爸斗，基本上迄是一个自由，嘛是一个束缚啦吼。虽然伫即个75岁离开了后，有25冬诶时间，伊犹原无囝，但是伊无搁需要去面对即个传统文化迄个轻视甲束缚。其实伊还未接受割礼，即个家族还未接受割礼诶时阵，伊已经领受着上帝呼召甲救恩啊！真侪第一代基督徒拢有安尼诶体验，伫还未接受洗礼之前就已经领受上帝诶救恩，所以就决志要甲上帝立约。咱讲个别信仰，还是讲洗礼所以即个立约就是领受上帝诶呼召，诚做互人得到福气诶出口。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1月25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46篇，创世纪第12章第1到第9节，哥林多前书第7章17到24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受呼召的目的。我们昨天在主日的信息里面谈到了约拿的呼召，还有耶稣呼召这个彼得其他的学生。我们想到这个呼召的重要性哈。那保罗在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里面也提到了割礼。保罗非常反对以割礼作为得救与否的依据。换句话说，割礼不能使人得救，不接受割礼也不会使人死亡。割礼的目的是在表明犹太人跟上帝的立约。那么立约的重要性呢，是在他的精神，而不是在那个行为上面。或许我们更进一步的说，割礼应该是犹太人受上帝呼召的一个记号。就是呼召之后那如同创世纪第12章第1节到第9节的记载一样，
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呢，他刚刚受到上帝的呼召，然后来跟随上帝的一个情形。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来思考，就是说，亚伯拉罕受呼召的时候，他受割礼了没有？当然是没有嘛，割礼是出现在创世纪第17章9到14节这个当中，这一段的记载跟亚伯拉罕受呼召这12章其实离很远了，时间上也很远，记载也很远，然后也发生了许多的事情了哈。许多人说，亚伯拉罕受呼召的目的是要来跟随上帝的。当然，我们看到经文来讲，就是上帝要他离开本族本地父家，然后跟着上帝走嘛，哈。所以有人也说，上帝呼召亚伯拉罕是来蒙福的，得到福气的。基本上第一个跟第二个都不是很完全的哈。第二个说就是第2节，他说我使你多子多孙，他们要形成大国，我要赐福给你，使你大有名望，这样人要因你蒙福哈。当然也对了哈，但是我们似乎都忘记了一个更重要的呼召，其实在第2节后面就已经开始说了，那第3节更清楚。他说：“因着你要使人蒙福。”我们继续看经文怎么说哈。他说：“祝福你的，我要赐福他；咒诅你的，我要咒诅他。我要借着你赐福给万民。”这个是亚伯拉罕蒙呼召真正的目的了哈，就是使地上万族都要因他来蒙福。那在 KJV 的这个翻译本里面，他说 ：“In thee, all families of the earth be blessed。”就是所有的 families 那我们等一下再继续讲。那 NIV 的可能就比较浅显易懂，他说 ：“All peoples on earth will be blessed through you。”Through you, be blessed through you， 就是借着你被祝福。所以亚伯拉罕受上帝的呼召，其实就是要成为上帝的管道。这个管道是使人蒙福，而不是自己得福，也不是就跟随而已哈。所以就 KJV 是说 all families， 以当时的文化来讲，这个 families 其实是在指民族。或是说国家，那就像 NIV 说的 all peoples 就是全部的人那不再为奴，这是哥林多前书所说的是基督徒的福分让不是自有自己不再为奴，是使人不再为奴，这是我们的责任与呼召。所以当2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时候，那我们看到纳粹的大屠杀，我们真的很难相信希特勒跟德国那么多的纳粹党，他们宣称自己是基督徒跟基督教的国家。那我们也看到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制定，这个以基督教为国的英国，他们所谓的白人至上的，他们说这是上帝的旨意。当蒋介石与他的军队到台湾来的时候，228白色恐怖屠杀了很多台湾的精英，我们也很难相信他有基督教的信仰。当殖民主义发生的时代，我们也很难相信这个天主教变成一个政治的工具跟打手。当然还有很多的事情呢那根据哥林多前书第7章17到24节的经文，亚伯拉罕他受呼召的时候，他是脱离了为奴的身份。创世纪有没有告诉我们说他是奴隶？没有了可是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连结？上帝让亚伯拉罕脱离为奴的身份，这样的救恩并不是因为他接受了割礼，反倒是这个
割礼后来就成为了犹太人跟外邦基督徒的切所。这样子的一个捆绑，让许多人就变成割礼的奴隶。那我们回到亚伯拉罕身上，他还没有蒙召的时候，他是为奴的吗？那他是谁的奴隶呢？我们严格来说，应该说他是犹太文化传统的奴隶。因为呢，他在年老的时候75岁，还没有生孩子，还没有子嗣啊。那后来他的侄子虽然跟随他成为他的家人，可是他也不是他的孩子啊。但是他在还没有生孩子的时候，因为跟随上帝，就成了自由之身，不在他的父家本地，还受到传统的那种批判。即便后来的25年当中，他没有子嗣，他也不用再面对这样子的传统的束缚。所以记得，当时候他还没有接受割礼，75岁开始的时候，所以他领受了上帝的呼召以及救恩了。这个跟割礼是没有关系的哈。我们许多的第一代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说，还没有接受洗礼之前，就已经领受了上帝的救恩，也因为已经得到这样救恩，就决志要来告白信仰，要来接受洗礼，与上帝立约。这样的立约其实就是领受了上帝的呼召，那也成为那个上帝使人蒙福的一个出口。